今節講在呢個羅馬書3:23樣講到，攏種人都係已經跌落罪惡嘅方面，冇喺上帝嘅功用，因為到咪那從第一人反對上帝嘅命令，唔聽上帝嘅命令，都跌落罪惡嘅方面。全下世界攏種人類都係要罪惡產道嘅方面，其他世界做嚟嘅罪惡，攏種人都跌落罪。嗱。羅馬書3:24樣講到，透過上帝嘅恩典，設家得上帝屬設家，在耶穌基督裏面，唔是設家做，佢做了本設家，佢來到世間，是在世界屬設家，從罪惡態嘅方面嚟，每人相信佢得到永遠嘅生命。在呢個以弗所書2:8樣講到，因為到上帝嘅恩典，你得救透過你嘅信心，唔係你嘅單手做嚟嘅，也唔係你嘅單手用功佔嚟嘅，呀，就係自家唔好向你講，攏總自家要得到永遠嘅生命，都係上帝本設家嘅。以弗所書2:9樣講自家啲，也就係唔係你嘅單手做嚟嘅利息嚟講，唔好向你講，因為咯，攏總都上帝本設家，佢做了本設家，嚟謙卑得上帝嘅恩典，得到嘅永久嘅生命，屬設家從罪惡，從一切嘅錯嘅方面，產到設家得到嘅平安，得到嘅快樂，得到嘅喜樂，得到嘅勝利，或得到永遠嘅生命。這樣設家相信耶穌基督係個上帝，係個救主。阿門。